我就是做了就是自己要上那时候你上不是这个，上你就是不干活也有时候就越不干活越扭得越快乐。咱们现在处于什么？大部分都饮食实惠了。咱们现在的饮食态度，别看以前生活标准挺7、高， 8岁的就是还在地里面种一些干活的，他也种的不吃多，肉也好，也种了一点鱼也好，虾也好，都是搞养殖，都是饲料为主。关键是的，就是他那个养的那是东西，其他添加的东西太多。你看现在这个卖鸡肉，那速成鸡不是1、2个月的那么大，我们那是要1年的呀。那养1、2年鸡的，这个也是几斤多。我们那是现在就是当年的童子鸡是最好的。他们差不多，就是你们这边叫那个80多岁的疯子，大朋友那个，但是他人是个正常人，不过他是隔三差五的。他不叫疯子，那种人就是老年痴呆。他活在以前的那个年代里。你说他老年痴呆吧，我们这年轻一点的，他都认识，名字他都知道。你说他30代，他人都认得到，但是他说话他都。他还不吃现在的大补，他也不能给人倒补，他自己用手找着的。现在大补货那是长成这样。他就你给他买点那个小麦了，就不要给他买面粉，他自己弄。他以前不是农村不是有个大石头，用石头凿的，他有的有的。那就老农村老家有。You can easily sleep. 过年他儿子他孙子跪到那里That was like a Tuesday when 他也 Sally 没有 and 白 I 天 were 黑夜 here.，It's like two guys who were 想干就 smoking. 干活干活。在这边， I'm like, 在这边。they wanted to pretend that they are Lauban, 498之后才办的实习是就在这里嘛， the boss, like owner of the company or something. 翻面。然后他没，原来是他本家的是，包括家去了，家去了不是？是不是？那个饭之类的。应该是11次，应该是12次的。你们这儿咋弄？是不是？每次钱干多少？我也想麻烦，你儿子去做了，不拉家的。每次来弄。也担心这酒店修东西，这没啥修。
通话也有的讲出来。人家头痛地痛，我是肉会。人家穿这还说这42、41、40。这个写的吗？男的，他那个是要44的穿。这个直接会。会的。 So I'm not looking because if I look, Yes. I'll be scared. That's what I was like on my first time. I was like praying all the saints in the heaven. Especially with the blade that I wasn't like confident first. 把杯子放在地上，放到岸上面，岸上面那个地方。 Okay, let me stop talking about it. Now you're scared. Now you're Yeah, scared.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it. Don't be scared. It's alright. They're professionals. 指甲坏掉了。 What? 指甲坏掉了。 Saying he will remove your. He will remove the whole. No. No, I'm kidding. I'm kidding. I didn't also understand. Streaming your nails. How to stream that in Kenya? Nail cutter, yeah? Yeah. Yeah, that's the way to go. Okay. I was surprised when He's not afraid he can. the first time I tried this, I said, do it properly. It seems like they're trained. Everything that is holding that thing.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他有个人做，备胎。 Second part. 我就 Part 改 two. 天了，我们中午12点出哎，来。对对。那时候还是。 Go to the massage, then this one, then the foot massage. Why? Find it uncomfortable. 跳了多 Yeah, 的。 because when I wear shoes now, it's like from the ankle, it bulges. 又是皮的。 Is it 那今年会不会 food 还长那么 related? 多老皮啊？经常就经常修修吧， I 反正 think 肯定 it's 是没什么的 genetic.。你要不修那是。 From my grandmother to 那 my 个 mom. 离开要很大的一个口子。对。脚嘛就是为了。我倒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 Medical examination to 就一个脚稍微。 in the Philippines, if you have like arthritis,
它就不吸嘛。稀少很稀，一年放的稀最多。俄罗斯那边紫外线低嘛，哎，所以它就能比较大。我们这边像西藏这些比较黑一点。西藏它不是这紫外线强，不是说热，是紫外线强，太阳云层少，对，一年的紫外线直射到一年两倍，加上那个海拔高，海拔高，太阳晒得近嘛。晒得近，哎，离得近，是的。你别看它几千米的，几千米上去不一样的。你想要错几千米那个紫外线要强多少？你像喜马拉雅8000多米，飞机从地面才最多飞个8000米，对，相当于跟那个珠穆朗玛峰是平的，是不是？对。哎，我们是民航也只有差不干净，你好像没有几千米、7、8千米。这看平面上有的，这平原地带才几百米、几十米高的山，是不是？下到山顶上晒太阳，你看多么热的。那现在身体好，缺钙，像我们这些人一直不晒太阳，缺钙。对，这都是。是的，可以晒啊。咱们的体质永远跟不上人。晒受不了了，晒得没有没擦黑。你早上起你这在工地上，你天天在外面干活，天天晒，你看有变不变，是不是？那大航上跑去环保的。你们习不是身体很好的。你没习惯，刚开始突然晒是